即摆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11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3篇，约伯记25章第1节到26章14节，约翰福音第5章19节到2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永远的活命。前无久伫主日的信息的中间，牧师用这个信仰所得永生来讲到宣告标语，讲到基督徒甲教会宣告的责任。当然，对个人来讲，这是信仰中间追求上帝所享受得到永生这个应允，是基督徒一生来追求的。咱所追求的，毋是简单限伫这短暂的生命现象、眼前的财富的满足，而是上帝应允的永生。今日伫约伯记25章第1节到26章14节，提到着约伯另外一个朋友所亚人比勒达甲这个约伯伊的对话啦吼。所亚人比勒达因约伯讲，主权甲威严拢在伫上帝。伊伫极悬的所在施行和平，伊的军队减算会了。伊会讲一个发出，什么人会互伊照袂着？安尼伫上帝面前，哪会当算做义？妇人所生的剑会通清气，伫伊的眼中月无够光，星嘛无够明，何况人是虫？世间人是动物。26章，约伯因比勒达讲：无亏力的，你有甲伊帮衬偌济？手骨软的，你安怎甲伊解救？你安怎教示无智慧的人来证实你有偌尔好的计策？你对倒位得到灵感？靠什么人讲这的话？阴魂痛苦皮皮喘，伫水下甲水的内面徛伫下嘛安尼。伫上帝面前阴间露现，灭无的所在无堪满。伊踢开弓枪，伫混沌的顶面建立大地，甲伊吊伫空虚的顶面。伊用密云包水，水的重量嘛袂互密云别离。伊阁将月亮扛起来，用云铺伫伊迄个顶面。伊伫水面画界限，日光甲暗的交界。天会跳摇拽，因为伊的责备着惊。伊用灵力来压制大海，用价值打败海怪拉哈伯。伊分开互天清彩，用手斩断在逃走的大蛇。这会不过是伊所做的一小部分。咱听到的是伊细细的声，总是伊大权力的作为，亲像在担大雷，啥人会当了解？约伯伊专注伫咧看家己的苦难，完全听袂落去朋友的劝勉。虽然伊的朋友讲的无拄拄是遐尔顺利，但是真实的这个对心底所讲的话，只有顺服伫上帝的权能的下面，人才会当领受到永远的活命。耶稣伫面对咧犹太人伫伊咧安息日医治人了后提出的指责，伊继续讲到上帝的权柄，以及上帝所享受的这个医治的权柄。只有尊敬圣子耶稣基督的人，才会当表达因敬畏上帝的心，也才会通到伫上帝所应允的这个生命的内底。身躯得到医治是的新约，其实是短暂的啦吼。
但是却会当互一个人透过安尼来认捌上帝。更较重要是会通安尼来领受到上帝所赏赐的这个救恩追求，并且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。约翰福音第5章19节到29节，耶稣基督安尼提到。耶稣对因讲：“我是实在在甲恁讲，囝袂当照家己的意思来做代志，只有看爸做甚物，伊才会当照安尼来做。爸所做，囝嘛照安尼来做，因为爸疼囝，将家己所得做的一切拢指示囝，嘛会将比这会更较大的事来指示伊。”要互恁感觉奇怪，爸安怎互世人搁活赐因活命？亲像安尼，囝嘛要将活命搁赏赐互家己所疼的人。爸拢无甲人审判，伊已经将审判的权柄拢交互囝，是要互众人尊敬囝，亲像尊敬爸。无尊敬囝，就是无尊敬找伊来的爸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听我的话，搁信找我来迄位的永远的活命。已经出死入活，毋免搁受审判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时得要到，现在就是。世人会听见上帝的囝的声。听见的人会活起来，因为爸本身就是活命的君王，伊嘛安尼互囝成做活命的君王。伊已经将审判的权柄赏赐互囝，因为囝是人子。这个事恁毋通感觉奇怪，因为时得要到，所有死去的人拢会听见囝的声，因会对梦念出来，最好个我。得到活命，最歹个我一定受定罪。诗篇123篇，坐伫天顶宝座的上主讲：我举目往你看，牧人的目睭是安怎仰望主人的手？罗比的目睭安怎仰望你主人的手？阮的目睭要安怎来仰望上主？阮的上帝，一直到伊临永远。上主啊，临永远，因为阮互人看轻到忍受袂了，阮已经无法度忍受自阮的人的冷笑，无法度忍受自家的人的藐视。阮求主爱主帮助阮伫生活中间，会当有够有智慧，会当知主的权柄，学习谦卑顺服，来领受上帝永远活命的应允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